喺喧囂之外，有咁樣嘅一處靜物，佢不言不語，卻訴說住千年嘅故事。呢度就係石獅寺，一個隱藏喺浙江麗水嘅古寺，一個連時光都會放緩腳步嘅地方。石獅寺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。根據記載，始建於南宋紹興10年。宋紹興10年，宋高宗皇帝賜名石獅院。石獅寺係由三門、大雄寶殿、三清殿、心經鐘樓、馬仙宮等構成，係寺祠院三觀同址。宋、明、清三代同堂，儒、釋、道三教同爐嘅古建築奇觀。山門有南北兩個，呈現牌樓式建築。北山門門額上懸掛有石獅寺嘅匾額，從北山門望過去就可以睇到1500幾歲嘅柳杉黃。呢棵生長已有1000年嘅刺柏挨喺黃牆上，穿過門後，仿佛遁入幽水深遠嘅時空隧道。走喺石路上嘅每一步，就好似睇住時間嘅倒流，回到過去。踏入寺內，首先映入眼簾嘅係馬仙宮。馬仙宮原址位於大濟村裏面，建於清乾隆50年，喺1991年維修石獅寺時遷移至此。而家所睇到嘅馬仙宮雖然只剩翻一個軀殼，但從我嘅角度嚟睇，卻是沉澱咗滿滿嘅歷史記憶。木柱上嘅畫依舊清晰可見，呢條守護已有8年嘅龍喺呢度守護住大濟村嘅每一個春夏秋冬，而喺未來佢依舊繼續佢嘅使命，守護住呢度嘅人民。馬仙宮旁邊嘅係石獅寺嘅大雄寶殿，推門而入就可以睇到大雄寶殿嘅牌匾。據梅氏宗譜記載，呢座建築為梅元毅嘅守墓廬。梅元毅6歲嘅時候，祖父去世，梅元毅住喺呢度守孝3年。宋高宗感其孝心，表彰為孝童，將呢一建築命名為石獅院。大雄寶殿內雖已蕩漾無存，同馬仙宮一樣，只剩翻一個軀殼，但佢嘅歷史印記依然刻喺呢座建築嘅每一個角落。從大殿出嚟就可以睇到前面嘅心經鐘樓。心經鐘樓係一座明代嘅3層木構樓閣。鐘樓嘅3樓曾懸掛有重達800公斤嘅心經銅鐘。銅鐘係由4位真人墓完後，於明洪武元年冬請平揚州工匠於大濟現鑄。鐘上鑄有佛教心經全文，鐘聲可傳30餘里，可惜已損毀無存，難睹其貌。儘管如此，我仍然感到慶幸，因為呢座已經有1000年歷史嘅建築，依舊堅強地站喺佢嘅位置上，等待住我哋嘅到嚟，向我哋訴說着呢度每一磚、每一瓦、每一個春夏秋冬所經歷嘅故事，同時都見證住我哋喺時間嘅河流上，一代又一代人嘅歲月痕跡。